欢迎收听1月3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的7章16到21节，约书亚记7章16到21节。今天晚上呢也是我们的除夕夜，所以要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。除夕呢在华人文化当中指的是一年最后一天在这一天要做什么呢？其实他们就是要驱邪然后让这些凶煞的东西离开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在古代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旧岁自此夕而除，所以叫除夕。旧的年岁到今天的晚上就除去了，而次日就是新的年岁，新岁开始。我们要寻求新年新气象，因为我们在新的一年来领受这个新年新气象。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要做一个决定，就是他们要决定，他们要除去那得罪上帝使以色列人蒙羞招致患难的原因。他们要决定，他们要成为一个归属上帝的群体。这是一个集体的转向，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，但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，因为他们要征战得胜，要进入应许之地。他们的方法就是上帝的方法，上帝已经告诉他们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了。所以在今天，这也是我们要来祷告的。在雅各书5章16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所以我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医治。而我们彼此代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所以当我们一起来读经，一起来 RPG， 特别在过年的期间，其实可以把握机会，或许不是一两个人，或许是家庭跟家庭之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RPG 的时间。我想这是一件很酷的事。当我们在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要下这样的一个决定，要有这样的决心，也不是容易的事。因为今天的阵仗可能比很多人家的团圆饭还要多太多人了。这里是把每一个支主都叫上前来，可能是用抽签的方式，这里没有明说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的支主里面，犹大支主被点中了，犹大支主里面谢拉宗族被点中了，在谢拉的宗族里面撒底的家族被点中了，然后继续点下去，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被点中了。约书亚问他，你要告诉我你做了什么，在上帝的面前要诚实认罪，不要隐瞒。然后亚干就讲了，他因着自己的贪心，他将这些战利品偷偷的收下，并且埋在自己的帐篷里面。于是他们真的去找，就真的找到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们按着上帝过去透过摩西的律法，透过这个群体他们在当时的这个规范，他们连同亚干和他的儿女、羊驴、帐篷，通通有生命的用石头用火把他们打死，这些东西用烧的把他们烧死。这上帝才止息了他的烈怒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就现在来说，可能会觉得当时怎么这么的残忍，可是就当时来说，这其实并不是很严重的刑罚，而是当时真的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按着上帝在当时的律法，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除去在群体中的罪恶。当然来到了新约的时代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这样的罪孽，为我们承受了刑罚。
可能原本在我们身上的罪恶，却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白白的领受得救，能够在这个世代持续的来为上帝做见证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当一个群体他们在这里面没有归属上帝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就是在这里面没有办法经历那个赐福。所以在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，也再次的提醒我们，不仅是我，还有我的家族，我们要一起活在上帝的心意里面，使我们不会失去上帝的恩典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决定要除去、放下、改变的是什么呢？让我们在除夕的晚上，或许有些家庭会有这个家庭家族的祭坛，我们可以来数算恩典，也可以来分享我在今天决定要除去、放下、改变的是什么。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除夕，但是也有心碎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，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，可以彼此来代祷，可以彼此来认罪，可以彼此来寻求你，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医治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在2021有许多的变化，有许多的挑战，却也有许多的恩典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在2022在这个新的一年，不管是国历年还是农历年，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在主里面的更新，叫我们除去生命当中不属于你的，使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归属于你。让我们不是为自己来积转这些财物，或者这些事物，或是寻求今生自己的价值，而是能够看得更远，能够看得更新，有属天的价值，有永恒的价值，来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在新的一年、新的年岁，有新的气象、新的盼望，更是有从上帝来的能力与你同在，为主刚强壮胆，使你所走的一切道路都顺利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下次见。